歡迎嚟到我哋嘅頻道。今日我哋將探討一個日益關注嘅話題：微塑膠點樣影響我哋嘅腦部健康，以及最新嘅研究點樣幫助我哋排除呢啲有害物質。微塑膠係咩？微塑膠係直徑少於5毫米嘅塑料粒粒，來源包括破碎嘅大型塑料物品以及某啲產品中嘅添加劑。隨住時間嘅推移，呢啲微小粒粒進入我哋嘅食物同水源，並最終進入我哋嘅身體。微塑膠對腦部嘅影響，研究顯示，微塑膠可能會通過血腦屏障對腦部造成損害，導致神經發炎、認知障礙等問題。呢個讓我哋對未來健康感到擔憂。最新研究腦內排除微塑膠嘅方法。最近嘅研究發現，一啲天然成分可能有助於促進腦內微塑膠嘅排除，例如某啲類型嘅抗氧化劑同埋抗氧化合物能夠減少微塑膠對細胞嘅損害，並促進排除過程。日常生活中嘅應對措施，科學家們正係努力開發可以食塑膠嘅微生物、真菌同埋酵素，但係喺呢啲技術開發出嚟前，只能夠做兩件事嚟清除體內嘅微塑膠：一、避免使用塑膠製品；二、優質深度睡眠對於清除大腦中嘅微塑膠至關重要。啟動自噬作用，亦都可以排出微塑膠。斷食至少18小時係引發自噬作用嘅最佳方法之一。塑膠同埋永久化學物會喺體內氧化，可以增強抗氧化系統嚟對抗。吃大蒜、洋蔥同十字花科蔬菜等含高硫嘅食物，可以幫助增強身體嘅抗氧化劑。NAC、乳腺半胱氨酸、奶 milk thistle 都好適合排毒。試以下方法啦，減少微塑膠啦。一、使用濾水器。二、唔好用塑膠砧板。三、唔好用洗碗機球。四、改用可生物分解嘅咖啡濾紙。五、食來自古老海底嘅海鹽。六、選擇不含塑膠嘅天然茶包。七、唔好用塑膠 BB 奶樽。八、使用不鏽鋼水樽。九、使用不含塑膠嘅海綿。十、唔好食罐頭食品同埋罐裝飲料。11、使用竹牙刷。12、唔好用鐵閥紅鍋。13、使用玻璃保鮮盒。14、唔好用塑膠牙線。15、使用100%有機棉衛生棉條。希望今日嘅分享能讓大家對微塑膠有更深入嘅了解，並激勵大家採取行動，保護我哋健康。如果你喜歡呢個影片，唔好忘啲點讚、訂閱並分享俾更多人。下次見。